皆公才壯帥，直至封侯。盜寶者百發還朝，本無足道，想百度無疑。僅餘一女，亦被落花驚小而亡，膝下猶虛，百感愁思。願借薄酒一杯，與列位同銷永晝啊！陳齋長，3年不見，一旦相逢，何以敦地隨心，連聲叫父呢？老太爺，餘生讀書70年，受恩只一次。我秉承老太爺以施禮全家之德，打理梅花庵燈油火蠟之事。唉，點知到頭來，小姐一樣蒙污。老東行，你越老越糊塗啦！想麗娘蓋棺之事，密集千丁，地深一丈，臉是清白之軀，點會蒙污於泥土啊？老太爺，你越老越想唔通就真。密集天釘破棺即位，地深一丈，發掘啊即起啦！有人破棺發掘，小姐不見，唔好講咩啊，俾人摸下摸下啫，都唔得清白，一樣污糟。等陣，可以。墳半庵堂清靜地，只得一頭白髮兩眼離孤。是誰忍得可人？未必老嚟會不同本道。老大人保重。寨長，你可認識道觀之人？餘生認識啊！是誰招引得來？是餘生招引得來。老太爺用品啊，一直溜啊水飛遍，一碗寒江大水，莫談風雨，誤了公嘅夫，一我笑啊，餘生聽到柳岸回邊，遇到官路搲彎，亦無報。餘生一年財，書生難留記。分明是人茶偷圖。嗰個病係秀才得行樹顛倒，夜有粒星透南路。有一日我到分頭來打掃，恐官意味浪沙圖彩天堂棺木流的草，山門仲有鋼沙鋪，師大迎向堂中道，以隨浪湧出洞庭湖，清白呼嚕中落大堂懷抱。破月穿墳烏白骨，家門清白般含糊。到分冊是何名？嶺南柳夢梅，嶺南柳夢梅，我無車難忘，虛名野豪華。白骨濃污，失禮失禮失禮。穿過白
陽街便是平張府啊，叫客攜來有3分路，待我挺腰重整呢件舊衣袍。含笑啊，草低頭，好待丫鬟唱禮，姑爺到。誰人闖正？你唔好咁大聲噃，我來頭都頗大噶噃。大聲又好，細聲又好，可有賞錢？應該。秀才，何以你有花銀不賞，只賞清符啊？此花銀不能賞，有勞大哥。今日平章設下太平宴，來賓寶已經繳翻上去，未知老爺可否見客？等陣。啟稟老爺，有秀才求見。何姓何名？尚未問名。何等模樣？回稟老爺，外面秀才衣衫甚文雅，夾住一把傘，背住一幅畫。想秀才落難，淪為畫師，知老夫素重畫人，故而賣畫求見嘅。門子，你回說老爺無暇相見，落託文人不得吆喝。知道。隨下。秀才，大人不見客，秀才請回。別二個客人佢可以唔見，但係佢不能不見噶噃。咁你唔係客，你又係乜嘢啊？咁你就企穩啲，聽住你啦。我就是你家老爺嘅乘龍快婿，你哋3班衙役個未來新姑爺啦。你梗係癲癲地噶啦！請問貴姓？哎呀，一時得意，連門鐵都唔記得遞添。有勞。等陣。啟稟老爺，秀才再次求見。經已回報，何以有報啊？秀才有帖，佢話係老爺嘅新女婿，係我哋3班衙役嘅新姑爺喎。嗱，議官，知道。嶺南柳夢梅。真係貼地回生座上經喎。陳站長，點解你坐得好好地，會成個跌咗喺地下㗎？欲找此人便到。老太爺啊，到墳拆已有不請自來之理呢？唔係毒蛇唔打霧，唔係翻江客，點敢在野波濤啊？我想留生道觀於前，求見於後，定然全心殺騙。我要取得佢嘅道觀證據，然後落此人問斬之罪。站長，佢入門之時，你要先掩其面。門子，你要3步一躬，5步一拜，切不可驚蛇打草。知道。大哥，乜咁耐㗎？莫非真係有12香還堂上列，10張紅絨地下鋪？真係俾你估中晒啦！姑爺，我家老爺有請，再請，3請。岳長大人在上，小婿柳夢梅叩頭。柳夢梅，我
我與你素昧生平，緣何巨稱翁婿呢？何況我單生一女，已死了3年，生前既未立彩受禮，更未聞得佢有情郎相好噃。到底你見過麗娘未啊？岳長大人，令千金與我何止認識啊？我與麗娘仲同衾共枕添噃，如非認識，我何來此俗丹青嘅畫圖啊？柳夢梅，此話確是小女生前手筆，或者史後流傳出外啫。一族丹青，焉能辨證鴛鴦譜？岳長大人，好彩我有絕世聰明，否則便無從分說啊！喏，呢處有小姐臉時嘅掟口花銀，刻有太壽堂嘅紋印，請岳長明察秋毫啊！好得，一定花銀千斤重，一族丹青最難逃。物證人裝兩俱全，抬頭請認陳仔夜路。哦，原來係老先生。你罪名作法難勝數，摸入後門獵戶搜，我在西天錯把你嘅夢魂到南樓收錯聖人途，你分明打劫陰司路，盜去珠寶賤價姑，累得千金小姐屍骸路，你好比野貓行路落地盤途，小姐嬌軀未被人擁，抱白骨何用有半點污，平章莫識雷霆路，速把個狂身壓入牢。哎呀，我未作成龍客，先作階下嘅囚徒啊！家園要令你取過一張侯官原紙，上者犯人一名柳夢梅開棺劫財，屬實。寫好之後，交階下犯人柳夢梅畫咗花押，然後移交刑部。知道。畫押得來。犯人一名柳夢梅，開棺劫財屬實嘛？哼，我只能簽上鴛鴦譜，萬不能畫錯閻王票。岳長糊塗，女婿都未糊塗啊！作成龍客，先作階下嘅囚徒啊！家園要令你取過一張侯官原紙，上者犯人一名柳夢梅開棺劫財，屬實。寫好之後，交階下犯人柳夢梅畫咗花押，然後移交刑部。知道。畫押得來。犯人一名柳夢梅，開棺劫財屬實嘛？哼，我只能簽上鴛鴦譜，萬不能畫錯閻王票。岳長糊塗，女婿都未糊塗啊！
狂生不肯畫押嘛。寨長，我問佢一句，佢答我一句，你就照錄一句。哦，揾飯時候。準備妥善。劉秀才，杜平章，劉夢梅，阿杜寶，佢叫你阿寶。杜粉賊，唔敢當啦，好外父。杜粉賊，你幾時幾月幾日發掘道家亡女清墳？是否把屍骸拋落蓮塘路？國長大人，乜你想攞我口供畫我花押咩？咁你聽住嚟啦，殘月曉風便是我上墳之時，日掛牡丹亭閣是我破棺之際啊！小姐千金之軀，絲毫都未算啊！我又點捨得將佢拋落蓮藕塘呢？我將佢抱歸華房，寬衣解帶，正是十里煙火，處處掃啊！寨長啊，呢句你可曾照寫啊？一字無差。你寫晒啊？你查咗佢，查咗佢。杜粉賊，把屍骸再上畫舫，運往何處？快把詳情直告。岳長大人，我將佢運往蘇堤柳岸轉入芙蓉帳亂，又把巫山重返青路啊！今日為報喜而來，杜平章佢竟恩將仇報，形辱斯文，看將起來，他莫非有嫌貧之意啩？嘿，從何來？你又田，你又驚，你又田，你又驚，你又田啊！到了，掘破紙銅牙棺，拖出如花艷，依然是冰冷肌膚。我一手抱香衣，面貼佢白芙蓉，着難靈丹，還向佢塗唇吐。再一手曳羅雲娜，嗰陣佢腰肢無力，全像我步參在於畫船中，冷雨敲窗篷，曾幾次殺狼，哎呀將佢擁睡眼般開時，佢話妾心如雪，好在有狼意月露，我為他擘塊皮絨長傾刀，我為他磨穿十指血刀，我為他徹夜難眠勤看護，我為他拼心瀝血似換數。他不在黃泉路，不在牛蓮塘，活在蘇堤為屬婦。
所言不是鬼身定是鬼迷，有此中左右。從卻留生衣冠，把他吊在天窗之下，待我便以楊柳遮。齋長，係你代我噴以長流水。大人啊，長流水咩叫長流水啊？長流水你都唔識？唔知喎。你床下底嗰啲啊嘛。哦，快咗，定翻原形。別過蘇堤路，轉到淮陽太守路，以至來到門前，人來報門。唐后官錦帆通報，說到苗欽差到來迎接新科狀元柳夢梅。知道。回稟老爺，門外來了一位苗欽差，說到前來迎接新科狀元柳夢梅。柳夢梅在此，柳夢梅在此啊！老平章，你不曉師承天子重才之心，反為敲打新科狀元，你枉身為宰父啊！誰是新科狀元？嶺南柳夢梅。苗大人，吊在天窗之下，乃是鬼靈精盜墳賊，凡為狀元者，有登科記為證，你有何憑證？莫把文魁錯認強徒。我奉旨臨軒策士，自有登科證在此。軍校快把狀元放下，否則便向朝廷匯報啊！病秀才又係你，盜墳賊又係你，新科狀元又係你，送榜皇王聲譽，誰敢抗命府？唐校官奉上衣冠，請狀元爺簪花，赴瓊林夜宴。苗大人，柳夢梅對我有盜官之罪，未得接受朱衣羅帽。老平章，最有輕重之分，因無等閒之詞，估不到皇王聖旨在，你還敢扯住狀元袍骨？報間，量你都報間，柳狀元請更衣。你有臨門三喜啊！何謂臨門三喜呢？一者有女回生之喜，二者有世高中狀元之喜，三者翁婿為官，光耀門楣。相信我呢個新科狀元都唔會失禮你呢個杜平章話。如此說，啱要赴瓊林宴，狀元郎請。我行年60，為官30年來，從未有今朝之用嘅。
我自會將你薦入黃門之職，以謝你千里報信之意。係呢，但不明女兒是人是鬼，何以有回生之報？老大人，普天之下豈有回生之理呢？小姐分明物化啦，邊處有鬼嘅？如果有鬼嘅，我自願割下頭顱啊！你對我忠心一片，我當謝你功勞。